Guardian Beyond Boundaries， 無界限守護係我哋團隊實踐嘅核心精神。我哋相信真正嘅守護應該穿透所有界限。第一係守護嘅對象無界限。社會上面有好多難以表達自身困境嘅群體，佢哋都需要被我哋去理解。我哋嘅服務由冇辦法表達自己嘅特殊教育需要嘅學童，去到被社會遺忘嘅院舍長者同埋柏金遜患者，再到前線嘅清潔工友同埋無家者，每一個生命都值得被我哋去理解、尊重同埋守護。第二係守護嘅方式無界限，將關懷專業化、系統化。例如，我哋同香港大學合作拍動愛義工課程，將頂尖嘅醫學知識轉化為義工手上嘅實用技能。我哋亦都透過恆常嘅義務法律諮詢，將法律嘅專業知識變成支援市民、守護公義嘅力量。第三係合作嘅組織無界限，我哋建立嘅係一個強大嘅協作生態。我哋嘅夥伴包括學術界、區議員、社福機構同埋院舍、商界，以及係嚟自五湖四海嘅義工。正正係呢個開放互信嘅協作，令到我哋守護嘅力量得以幾何級數增長，真正跨越所有界限，觸及社會上面每一顆需要被溫暖嘅心靈。